喂喂喂，去港式冰室唔好淨係食乾炒牛河啦，今餐想食個鑊氣十足嘅炒粉麵，咁就要去甲洞最多香港人聚腳嘅文記冰室探下老闆黃生啊！嗱，正所謂馬來西亞有港府炒貴刁，港式冰室有濕炒豉椒河，仲可以揀豉椒雞球、豉椒牛肉片、豉椒豬肉片、豉椒豬大腸都仲得啊！嗱，首先白鑊煎香河粉，再用豆豉、青椒、洋葱爆香個鑊頭，加埋肉片落去炒熟，跟手打埋個上湯芡汁，再燴翻落之前炒好個河粉面，炒好出嚟，豉椒夠香口，面底夠鑊氣，湯汁唔油膩，完全複製香港茶記午餐風味啊！喺文記食炒粉面，我特別中意食佢嘅辣椒醬啊，唔算好辣，少少鹹香，十足輕量版嘅 XO 醬啊！仲有星期一至五嚟食晏，仲有例湯餸添，所以次次諗起食港式炒粉面飯，最啱就係嚟甲洞文記冰室啊！我係泰迪，記得訂閱 follow 我哋老闆食堂。